如果你對南北對流同埋全屋多窗有一份執着嘅話，就睇呢一間首期200萬內1223尺嘅3房2廁所，信譽天匯一座 A 單位。全屋以黑白灰為主調色，搭配呢個光線條，凸顯出佢嘅個性空間感。客廳呢一邊向南望返水塘呢個方向，現時樓層係10樓，如果再高層啲，景觀非常之震撼。開放式廚房就見得多啦，啱啱先見到入門嗰個位置就係一個大嘅開放式廚房。呢邊後邊嘅窗就係望返漁翁街，所以全屋係南北對流多窗。咁你見到佢做晒衣櫃同埋床之後，個空間都非常之大。1223尺嘅主人房3房做到嘅空間就呢個 size 啦，甚至連套間一樣有大窗。暫定呢一間首期預算都係200萬內就可以買得到啦。一座有4個單邊單位，呢個 A 單位係其中一個。咁望埋客廁啦，一樣有窗。如果想要南北對流望水塘，1223尺，門口玄關3房2廁睇呢一間一座 A。